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7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3天。前线共发生167起战斗乌军已经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州的叫托夫斯特村大部分地区俄军132摩步旅孤军深入，被乌军的93机步旅、第12亚速旅两大主力包围在奥列克桑德罗赫拉村。俄军51集团军第8集团军紧急派遣主力增援，只有数百人成功突围。俄军这次冒险付出惨重代价。俄军在顿涅茨克多布罗皮利亚附近的突破也被阻止，乌军已切入进攻核心。俄军现在面临被包围的危险。俄军再次表明他既无法守住优势，也无法保护其侧翼。俄军发动的顿涅茨克进攻已被乌军挫败，损失惨重。这场为侧翼美俄元首会晤的军事行动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让克里姆林宫大失颜面。这显然对即将举行的美俄乌三方峰会不利，无法彰显占领军就要大获全胜的形象。最近乌军频繁出击扒铁路、炸桥梁、奇袭能源设施，让俄军寝食难安。这个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亲自发文说波克罗夫斯克前线6个定居点已清除俄军。他说我特别关注的是前线最困难的部分，实地访问了波克罗夫斯克战区，尤其是在多布罗皮利亚突出部开展维稳行动的军事指挥部、军和旅。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卫队的部队正在光荣地完成分配的任务，犹如成功的打击如搜查6个定居点已清理干净。我审查了部队指挥官关于作战条件、挑战和部队需求的报告，下达了适当的命令，以加强防御弹性。关键任务是有效应对敌方战术变化，同时尽可能保护乌克兰守军的生命。新的部队在顿涅茨克军团作战区域发挥了作用，对各自的部门并与指挥部一起行动。看样子这个波克罗夫斯克的这个危险形势差不多已经解除。1周前俄军突破波克罗夫斯克北部的叫多布罗皮利亚镇附近的部分防线，但现在这个危险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个 BBC 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已击退多布罗皮利亚地区的俄军突袭，并在包围俄军。顿涅茨克地区的俄军距离被彻底包围可能仅一步之遥。这个多布罗皮利亚战役俄军原本是献礼，最后却活活演成了叫献祭。俄军做梦也没有想到，为配合这次特朗普和普京的会面而安排的在波克罗夫斯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发动的进攻意在为双普会添加军事筹码。做梦也没有想到，仅3、4日的功夫，献礼就成了献祭。随着乌军在这个方向投入预备队，而且久经沙场、战力彪悍的王牌部队，俄军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获，剩下的落入乌军的包围圈。泽连斯基也说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突破防线的敌方冲锋几乎被完全消灭，高达90%的占领者被摧毁，俄军的冲锋队员基本被清理干净。泽连斯基还在当天的视频讲话中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我们必须向俄罗斯施压，使其结束战争。普京只懂得武力和压力，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普京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看着泽连斯基已经领教了。乌军曝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的打击效果视频。乌克兰速度最快的导弹火烈鸟对俄主要炼油厂进行惊人打击的镜头曝光，其射程可达3000公里，弹头重1150公斤。乌克兰现在几乎可以打击俄境内任何目标，远远超出了远程无人机的打击范围。这个乌军已经公布了这个打击的视频画面。8月20号还是21号，美国在乌克兰的最大投资叫伟创力工厂被俄军导弹摧毁。昨天咱们节目也说了这个普京就是在打特朗普的脸。表面上普京对特朗普很客气很恭维，但是背后立马就下手，并且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公开嘲讽特朗普，称其轰炸美国伟创力电子工厂是摧毁西方投资。因为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前不久还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将是一种隐性的安全保障。
美国人在乌克兰的投资到哪儿，哪个地方就会得到保护，也就是言下之意，俄军不敢炸那个地方。结果这就被打脸。特朗普会不会生气呢？特朗普会不会怒了呢？我们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基辅泽伦斯基亲自迎接并且很罕见的为吕特铺了红地毯。我看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半以来很多国外元首领导人到访乌克兰，好像很少看到有这个铺红地毯。这次给吕特铺了一个红地毯，泽伦斯基非常隆重，带着他手下的这些高官列成一排。看样子这个吕特带来了好消息这个吕特本次访问基辅，主要议题是实现乌克兰安全保障，双方初步商定未来安全体系的主要原则。泽伦斯基说土耳其准备参与保障乌克兰安全，并承担海上安全责任。乌克兰目前部署 F-16战斗机数量不足以完成保障安全。吕特说北约正就波兰坠毁无人机事件与华沙方面进行沟通，关于外国军队进驻乌克兰作为安全保障的一部分，双方正在就此进行磋商。这个吕特还说我们应该保证普京坐在莫斯科绝不会再想攻击乌克兰。乌克兰、欧洲和美国携手合作至关重要。我们正在讨论安全保障，我们已同意将包括2个部分，一是将会达成和平协议或停火，或2者兼而有之。因此第一步是确保乌克兰武装部队尽可能强大，以抵御任何困难。第二是美国和欧洲将提供的，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这个吕特还宣布欧洲将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武器。他说我们已额外拨款15亿美元用于关键需求、防空设备等，后续还将提供更多的援助计划。盟国正在投资支持，这不仅能增强安全，还能增强其经济。这里面要提到一下什么俄罗斯的无人机这个入侵波兰的事情。这个是在8月20号星期三晚上，一个不明物体在卢布林省奥西尼村上空爆炸，实际上就是波兰境内并坠落在玉米田里，冲击波导致一些房屋窗玻璃破碎。根据权威的波兰报纸《共和报》报道，这是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随后波兰国防部长证实，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奥西尼的田野上。据《共和报》消息来源称，在奥西尼爆炸的可能是伊朗的沙赫德131或沙赫德136无人机。俄罗斯自2023年以来一直使用这些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根据波兰媒体报道波兰调查人员认为，在卢布林省的田野上坠落的正是军用无人机。军事爆炸物专家需要确定究竟是什么爆炸了，以及爆炸是在无人机坠落后还是在空中发生。说什么呢？就是要调查这个无人机是被击落的还是他自己在波兰坠落。扯来扯去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侵入这个波兰领空。而吕特现在就这个问题跟波兰在磋商。吕特是北约秘书长，所以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成为一个导火索成为一个借口，对吧？或者是一个理由要在乌克兰西部建立一个安全区。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荷兰的两部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运到了波兰，对吧？还有 F-35什么 F-16战机都部署在波兰。这个就需要一个借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利沃夫，就是乌克兰的西部建立一个安全区。8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顾问正在起草安全保障措施。据泽伦斯基介绍拟议对乌克兰保障模式的制定正在不同层面进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总参谋部正在研究可能的安全保障军事部分。此前不久，乌克兰领导人泽伦斯基宣布将在10天内敲定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具体细节。此外，乌克兰还要求向其提供90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个泽伦斯基还坚持他可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但前提是他的盟友要对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达成一致。一旦战斗停止，这些保障将阻止俄罗斯未来的攻击。泽伦斯基还表示一旦相关国家就安全保障的框架达成一致，特朗普希望看到普京和泽伦斯基进行双边会晤。泽伦斯基还说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任何会晤都应该在一个中立的欧洲国家。他排除了在莫斯科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关于安全保障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如果乌克兰协议签订后，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法国将带领欧洲各国直接参战。大家可以看视频Est-ce que ça veut dire que si les Russes attaquent à nouveau ensuite, c'est la guerre? C'est-à-dire que les soldats français, anglais, etc. seront forcés de se battre. C'est l'objectif de c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L'objectif de ces garanties de sécurité, c'est de les dissuader par une armée ukrainienne forte, c'est de dire cette armée pourra résister. Et si vous allez trop loin sur des places qu'on aura définies,
et là, tout le travail a été planifié par nos chefs d'état-major, mais c'est ce 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finaliser, si la Russie prenait, après un accord de paix, la responsabilité de revenir aux confins de l'Europe provoquée, à ce moment-là, il y aurait une réaction. 我始终认为啊，这些协议啊，这些所谓的安全保障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除非乌克兰加入了北约，因为这个北约的信誉啊，对吧？他还要照顾啊。北约毕竟没有这个土崩瓦解啊。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北约坐视不理，那这个北约就相当于跟那个俄罗斯搞的那个叫什么吉安组织一样啊，也就是行尸走肉啊。吉安组织就这样，这个阿塞拜疆跟这个亚美尼亚为纳卡地区啊打起来了，然后亚美尼亚请这个吉安组织的对吧大哥普京啊出面协调，普京说要再看一看，阿塞拜疆可不是吉安组对吧，亚美尼亚是啊，所以说啊，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那么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那北约就面临着选择，如果不出兵，不按那个第5条啊行事的话，那北约就相当于瓦解。但是现在啊，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普京对吧，甚至还有其他北约国家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在这种情况下啊，然后说给乌克兰搞什么安全保障，10几个国家跟乌克兰签个协议有什么用呢？布达佩斯协议也签过，明斯克协议也签过，对吧？协议签的够多了。等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现在都互相扯皮。有媒体报道啊，这个在前不久啊，阿拉斯加举行的双普峰会上，这普京啊提出了4项停火条件。据外国媒体21日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期间，提出俄方对于结束俄乌冲突的4项条件，包括乌军从顿巴斯地区全部撤出，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等。这个路透社啊21日援引熟悉克里姆林宫想法的秘密消息源报道，俄方提出的条件包括乌克兰军队从顿巴斯地区全部撤出，否则冲突不会停止。作为交换，俄军可以冻结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两地目前的接触线。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俄方不接受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境内部署地面维和部队。根据报道啊，说美国白宫、北约和乌克兰方面均未对上述报道内容置评。这个我想啊，无论普京在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峰会上啊有没有提这4个条件，但是这4个条件确实啊是俄罗斯人所想，就是俄罗斯人是能提出这样的条件，因为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21日公开对媒体说啊，外国军队出现在乌克兰领土上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对吧？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那这个是普京对吧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所谓的北约东扩嘛，乌克兰要保持中立嘛，你要加入北约我就揍你，对吧？至于让乌军啊撤出顿巴斯，这个咱们说过好多回了，顿巴斯之后啊对乌军来说就无险可守，就相当于对俄军啊打开了大门。那普京稍作休息对吧，休息了2年，然后就想干啥？乌克兰对吧有什么安全保障的，他是案板上的肉。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说啊，说泽连斯基在华盛顿的会晤上对所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乌克兰冲突解决方案表示拒绝。这个方案让泽连斯基怎么同意呢？一个让乌克兰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这个特朗普啊心心念念的说普京啊要跟这个泽连斯基进行1对1的会谈，但是啊又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打脸啊。当地时间8月22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俄罗斯同意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谈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采取灵活态度。拉夫罗夫表示啊，目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有举行会晤的计划，也尚无举行此类峰会的议程。这个特朗普还信誓旦旦的说10天之内还是2周之内，这个欧洲7国领导人在那个白宫啊正在开会啊，然后特朗普屁颠屁颠的跑去给普京打电话汇报啊，然后回来就很兴奋的告诉大家2周之内普京和这个泽连斯基会晤。你看这个8月22号啊，拉夫罗夫啊又是给特朗普2个耳光，尚无举行此类峰会的计划。理由是什么啊？理由是拉夫罗夫表示啊，在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中，泽连斯基拒绝了特朗普所有的和解方案，包括放弃加入北约以及讨论领土问题，也就是泽连斯基拒绝投降，也就是泽连斯基你先宣布投降，然后再跟普京啊会晤。欧盟的这个外交委员会专员啊，也就是外交部长卡拉斯啊，他说啊，割让乌克兰领土是俄罗斯为我们设下的陷阱，任何要求基辅做出让步的要求都是克里姆林宫强加的方案的一部分，所有讨论都归结于乌克兰应该放弃什么，但我们忘记了俄罗斯从未做出任何让步。如果我们落入这个陷阱，开始向乌克兰施压，迫使其屈服，侵略行为将得到回报，而且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他说啊，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受到了热情的
的接待，白宫也没有实质性的新的制裁。这个咱们早就说了啊，这个普京是赢家呀，跟普京斗啊，特朗普确实稍微嫩了，甚至啊让人怀疑特朗普就是普京的马仔，为普京效力。网友啊都有这个怀疑啊。卡拉斯还指出啊，有关乌克兰安全保障的谈判迄今为止尚未取得明确进展。但是你要说特朗普没怒吗？好像也不对啊。特朗普昨天发帖子啊，似乎是有点生气了，毕竟啊面子上搁不住啊。这个特朗普在他的这个真相社交媒体上发帖子说啊，他说如果不对入侵者的国家发起进攻，要赢得战争几乎不可能。这就像一支防守出色的顶级球队却被禁止进攻，根本不可能赢。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腐败且极其无能的乔拜登只允许乌克兰防守，不让其反击，结果如何不言自明。无论如何，如果我当总统，这场战争根本不会发生，几率为零。说精彩时刻即将到来。哎，你看啊，这特朗普发这帖子的意思啊，这个潜台词是不是啊？似乎是他马上要鼓励或者允许或者是这个援助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啊发起进攻，也就是乌克兰先要赢得这场战争，对吧？你光防守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像这个顶级球队那样要进攻。然后他举例子，那个腐败的乔拜登啊，一直不允许乌克兰，对吧？反击，结果打成这样，然后还是让大家啊说这个卖了个官司啊，说精彩时刻即将到来。如果特朗普这个算是威胁普京的话，那他又大错特错了。你就这么几句话就能把普京吓倒，这显然是小看了普京啊。因为泽连斯基说了，就泽连斯基他已经懂了，普京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对吧？你这么隐晦的威胁他，他听不懂啊，对吧？起不到任何作用。普京啊报以回应的一定是更加猛烈的轰炸。根据这个卫报报道啊，说特朗普已退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特朗普终于知道啊，他搞不定俄乌冲突啊。这个特朗普还觉得意犹未尽啊，也可能觉得自己这个威胁的帖子啊，俄罗斯人没看懂，所以他有必要再强化一下。所以他随后又发了个帖子，好像发了那个2张对比图啊，一张是他用手指着普京的胸口，似乎在教育，而另一张呢是以前的一个副总统尼克森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是做出类似动作。这个有媒体就说了啊，此举似乎意在展现特朗普的强硬。特朗普还是要收起他那一套，不要跟普京啊这个玩嘴炮啊，对吧？如果要玩嘴炮，你就选择那个梅德韦杰夫就行了，对吧？你们俩有来有往，正好是一对儿。对普京啊，最好来点实际的，否则他看不懂。这个泽连斯基啊，解释了为什么大国不会成为乌克兰战后安全的担保国，这也是双普峰会上啊，俄罗斯方面提出的，对吧？也说大国啊，还有南方国家可以成为这个战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这个国家之一啊。对此啊，泽连斯基啊做出回应。泽连斯基说啊，大国不在乌克兰安全担保国之列，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他帮助了俄罗斯。据他介绍，大国从一开始就没有帮助乌克兰停止这场战争。其次，大国通过开放无人机市场帮助了俄罗斯。第三，这里的问题甚至不是关于在那里驻扎的军人，这是关于布达佩斯备忘录的问题。大国是签署国之一，但在克里米亚被占领时，他们什么也没做。泽连斯基说道。泽连斯基强调啊，乌克兰不需要那些在2022年2月24日之后我们真正需要帮助时没有提供帮助的担保国。说因此我们只需要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怎么理解呢啊？这个我觉得大国纯粹是被这个俄罗斯给害了。这个有点像那个《红楼梦》里面那个王熙凤过生日那一天，他跟平儿俩去那个传播了贾琏的好事了吧？贾琏正跟鲍二家的在搞非法活动啊，然后王熙凤就在窗口听见那个鲍二家的说啊，说什么时候王熙凤死了，对吧？让平儿扶正，对吧？比王熙凤好多了。然后王熙凤就怒了啊，光呢捶这个平儿，给了平儿几巴掌。你说这是跟平儿有啥关系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像这个啊，就是大国这个时候有点像平儿。这个首先啊，发生在欧洲的这个事情，这大国一再强调啊，咱们不是当事方，也就是跟咱没关系。后来被逼的，对吧？总是被欧盟啊，还有美国逼的，说你要去斡旋，对吧？你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你不能置之不理。这大国勉为其难啊，搞了一个什么欧洲特使出去转了3圈，无功而返，也劝了，说差距太大，对吧？然后被德国啊，还有法国，对吧？逼着大国干啥呢？大国要求俄罗斯不能动用核武器，这大家还记得吧？也就是大国本来对这事啊，一定是高高挂起，都是绕着走啊，都是被欧盟、被美国逼的要去斡旋，对吧？活也干了，但是效果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你看特朗普就这样，对吧？上下其手，又是骂，又是威胁，又是恐吓，不惜跟欧盟撕破脸，对吧？不惜这个跟泽连斯基在白宫吵架，就这个到现在没搞定啊！停火，按什么和平协议，不是都八字还没一撇，那大国动动嘴就能让他们停火，这是高估了大国啊！说实话，让大国去管欧洲人的事啊，大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所以说纯粹是被俄罗斯给害的。俄罗斯就是那个鲍二家的，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就是王希，特朗普呢就是贾连呐，所以说你一看啊，这一下就顺了他这关系啊。但是按照《红楼梦》的说法，那平儿最后是扶正了，是不是预示着最后的停火或者是和平协议，恐怕大国啊还是要参与其中啊，都是被逼的。这个根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发布的消息，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与大国贸易下滑的情况。该中心指出，2025年1月至7月，俄中双边贸易额同比下降 8%， 降至1258亿美元。据悉，大国几乎减少了对所有俄罗斯主要资源的采购，石油进口下降 11%， 石油制品下降 28%， 液化天然气下降 13%， 木材下降 10%， 煤炭下降 10%， 唯一增长出现在管道天然气和有色金属供应方面，但这显然不足以弥补整体下滑。反虚假中心强调，大国企业正在限制与俄罗斯的合作，以避免损失和二级制裁。这直接驳斥了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鼓吹的所谓大国因素保障俄经济稳定的宣传。这个是乌克兰的反虚假信息中心说的啊，他说官方层面承认贸易下滑的事实证明，俄罗斯已无法再冒充大国的可靠伙伴。这个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每个国家都要面，对吧？每个国家嘴上说的和他做的恐怕不太一样，身体最诚实啊。一旦美国、欧盟真要制裁，那大国肯定会减少跟俄罗斯的合作，这也是必然。但是他嘴上肯定不承认，因为这个涉及到独立自主啊。说到这个啊，这个印度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吧？这个特朗普给印度增加了这个关税，对吧？二级制裁，那印度也是一边跟俄罗斯继续打得火热，对吧？采访，又去那个访问印度的外长苏杰生啊，访问俄罗斯，受到普京的热烈的热情接待，双方还继续合作。但一面呢，对吧？从俄罗斯买的油确实少了。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生气啊，能生多长时间？能生气成什么样？敢不敢动一动普京？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